小雅，他是谁？好不好？不好。哎，不送你回家。不行。那你抱我一下。不抱。不行，你抱我一下。嗯。小雅，他是谁？他是段飞哥哥。你好，请你离我女儿远点儿。您误会了，刚才是你女儿。刚才你们在做什么，我都看到了。我不允许你再接近我女儿。妈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住嘴！算了，以后啊，好好看着你女儿吧。要是真碰上坏人，麻烦就大了。哎，段飞哥，段飞哥，小雅，上车。没用的东西。大哥，我办事不力，我认罚。办事不力？你说的轻巧，你知不知道要有不慎的话，咱们全盘皆输了。大哥，小家伙，小家伙，这一次是我的失误，我是实在没想到那小娘们偷偷拨了个电话，也实在没想到段飞那小子来这么快。废物！大哥，你听我说啊，如果我分析的没错的话，这小子不是个简单的角色，不可小看，这人势必会影响我们在天海的大计。在天海的地盘上，敢跟我天浪集团人作对，我必须让这个人吃不了兜着走。那是，大哥您看这样，用不用我去通知韩元仓，让他加快行动？程强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要是再把事情给我搞砸了，你马上他妈给我滚蛋！还有，在公司里边，你别老叫我大哥大哥，叫我魏总。知道了，大哥，您放心。魏总，我先去了，大哥。谢谢你救了荷兰。你笑什么啊？谢谢这2个字啊，从你嘴说出来特别奇怪。是吗？不信你试试。谢谢。你看吧，就是很奇怪。你可是红鼎集团的总裁，以后跟别人说谢谢的时候，一点诚意都没有，你怎么跟别人合作，对吧？那我应该怎么办？练，再试一下。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不对，你看我啊。谢谢。看清楚了吧？一定要是由内而外的。再试一下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多了，继续练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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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红鼎的总裁袁世彤。
小王，COCO 的工资都发给你们了吗？是的，云总。可是什么？我知道的好多人，其实还是没收到。高秘书，我已经仔细的对照过工资单和相应的报表，这里至少还有一半的人没有拿到全部的工资。你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？这大家都等着你说呢。是我办事不力。办事不力，就是办事不力。大家静一静，听我说。有克扣工资和工作时间超长这种事，是我的工作失职。但这只是公司个别人想要中饱私囊，与整个红鼎无关。我知道你们都很辛苦，都有自己的生活。你们每天挥洒着汗水，把全部的希望和努力寄托在红鼎身上，但红鼎却没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所以今天，我要代表整个红鼎向你们道歉。我今天来到这里有2件事：第一，我一定会彻查此事，给大家一个说法，这种事情以后也不会再发生；第二，我拟定了员工福利合同。云总，能不能给我一份？我也要，给我一份。我也来一份。韩副总的人应该都是聪明的人，我相信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，对吧？云总，请放心。谢谢云总，谢谢领导，谢谢领导，谢谢领导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太晚了。没关系。怎么了？今天怎么突然间想起约我了？我有些事想问问你。问啊。你知不知道荷兰的前夫是谁？荷兰前夫？你是说郑成强啊？嗯。我告诉你，他就是一人渣。他比荷兰姐大10几岁，而且荷兰跟了他那么多年，他非但不知道珍惜，反倒成天出去鬼混。说起这个人啊，我就来气。继续。就后来好像犯了什么事被警察抓了吧？你怎么突然间问起他来了？那天他绑架了荷兰，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，不知道他对荷兰做出什么样的事情。他绑架了他荷兰姐没什么事吧？荷兰没事，他现在很安全。我今天约你出来，是想提醒你这几天一定要注意安全。郑成强这次回来，目的一定不仅仅是荷兰一个。你的意思是，他的目的很有可能是整个红鼎集团？也有这个可能。段飞，你一定要保护好云世彤的安全啊！我会派人保护红鼎上下的安全。云世彤这边有什么事，你及时告诉我。这还用你说啊？他既是我的上司，又是我的好姐妹，我肯定能照顾好他。倒是你呀，为什么会对他的事这么上心啊？莫非你和他爸爸嘱咐过，一定要好好照顾他。我承诺过的，就一定要做到。不好意思，2位，想点点什么？打铁。一样。好的，稍等。小李，哎，云总，电声的技术研发进展的怎么样？研发工作进行到一半就进行不下去了。为什么？人事部把我们研发的人都给调走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我也不清楚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会通知人事部，尽快把技术员调回来。
你先工作吧。云总，人事部突然间调人，而且调走的还是电商开发部的科研人员，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权力？又是韩元仓。林总，电商项目的研发经费恐怕已经不够了。什么？红鼎上个季度的产值不佳，你也知道，并且现在地产项目也在进行当中。电商项目的研发经费恐怕很难支撑到完结了。有些事情啊，不是随便想想就行。另外，这个研发经费问题，也不是我们能说了算的。